名中营航勤集体请假，由原地继续影响当中，这个影响也未煞。这个董事长陈友强呢，今日透早就亲身到这个人客行李输送系统去呢斗3工。依照民航局统计，1月7日到中昼为止，平均的航班拢差不多签到半点钟左右，验过呢拢无取消。员工出勤的状况嘛小可改善，差不多45个员工是请假。桃园企业工会本身伊嘛有漏水争议，除了发表声明讲无要派人支援以外，嘛不排除发起这个罢工的投票，打算要伫过年罢工。所以讲，除了元旦的年假，加这个过年以及2礼拜的年假，这个1月份要出入境的人客，恐惊拢会受到影响。过青色翠暗，中营航勤董事长陈友强亲身伫咧疏送大头前搬行李。蛮努力了。董事长家己搬行李搬到官省插楼，因为航勤员工烧焦请假，人力无够。中营航空因为年底奖金分无平，互部门为员工尽万册。根据民航局统计，1月7日到中昼12点，平均航班前超30分钟，不过无任何航班取消，员工出勤的状况冇有改善。今天到班的多不多？少多少人？还好，今天比较少一点。根据民航局的统计，1月7日超有40个员工请假，确实有影减真济。来看外国游客目头角角，地当知影啊，各位等啊。They tell us, maybe today you fly, maybe tomorrow, maybe next week. I think, that's it. What can I do? 现在桃园航勤它大概承包的范围大概是将近于70%。那像可能昨天的偶发事件，像这个长景的部分呢，它大概是占了这个30%左右。那我们也不是针对哪一家航空公司，其实也是就是针对这个可能桃景公司业务的承揽范围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桃园企业工会本身嘛有劳资争议，除了发声明拒绝假日支援，冇可能会来罢工投票和春节罢工。除了元旦、过年含2礼拜年假，甚至规个1月份，想要出境游客恐惊拢会受到影响。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